咁大隻未見過。哇！喂，咪開啊！你話佢又話。爬緊啦！哇，龍捲風嚟嘅咩？我係你，哇！快啲拍，拍電影，拍電影！哇！一就喺度，我就拍到嗰啲盲㗎。咪以為拍緊戲啊！呢度係順德嚟㗎，強颱風彩虹今日下午咧登陸廣東湛江，帶嚟狂風暴雨，順德更加颳起8年一遇嘅龍捲風啊！唔少市民都影到龍捲風吹襲。哇！真係哇！睇睇哇！着火！哇！哇！啲廠房冚唪唥！佢打開咗啊！哇！苦先。哇死！喂，吹緊啦！吹到你啦！企到啦！廣東省佛山市順德區嘅氣象台咧發布消息，指順德嘅倫教、立流、杏壇等等嘅地方出現龍捲風，局方咧已經同三房市龍捲風中心聯繫，並且到受災嘅地方調查。從爛石大橋附近起，一直到盧岳大道附近，多處嘅廠房頂都被捲起。所以話咧，睇龍捲風好似好過癮，實情就好危險，見到就快啲走啦，而唔係喺度哇哇哇咯。